Hello，Tony 擔路，我而家落去食早餐。呢啲房型咧，佢有抽濕機啊，幾好喎。洗衫啊，一晚就乾晒。酒店嗰啲職員講話，佢過咗8點之後咧，就開始好多住客入去食啊，所以叫我哋早啲。壽司喎，咁多壽司，嗰啲係溫體牛、鹹豆漿啊，自己整。沙律，呢個披薩嚟嘅，牧羊人派，意粉、魚、苦茶油雞翼啊，呢個花腰啊，腰花即係豬腰，菜呢度都有牛肉湯，都有兩邊擺咗牛肉湯，有啲果汁。哇！咁都攞咗米芝蓮饅頭啊，饅頭米芝蓮。小熱狗，日式咖喱，白粥，龍蝦湯，蔬菜，黑松露海醋燉蛋。我嚟開餐先。試下呢個米芝蓮先。佢用籤篤住，原來冇用嘅，一定用張紙啊，全部散晒。呢件嘢啊，唔識欣賞，太普通。黑糖饅頭，呢嚿唔知咩啊，蟹嘅，呢個牛肉嚟嘅。鹹豆漿，自己整，鍾意落幾多料都得。整咗個牛肉湯，有啲水果，蘋果、香蕉、西瓜，有納豆。薑葱油雞啊，好食啊！呢個溶晒霉晒嗰啲，原來係白苦瓜嚟嘅。試下呢個牧羊人批先，係好多款式喎。呢個牧羊人批幾好味啊！有啲薯蓉啊，啲芝士啊撈埋整，有啲肉碎。我話呢個龍蝦湯咪冇揸流灘，
成件龍蝦頭，畢咗兩嚿仔雪糕，西瓜啊，真係好食嘅西瓜，夠清甜，又整盒納豆食，自己沖水。哇！沖杯試下都好。黃金鬼頭魚羹，攞少少試下好啦。呢啲少少好啦，呢啲酵母嚟嘅，冇咁多啊。要結身啲啊！我唔要咁稀啊！哇，幾好飲喎！如果大杯啲又好飽肚啊！呢個，唔係試下呢一個先，絲膠魚嚟嘅。呢個羹嗰啲味道好過尋晚嗰個黃鱔嗰個羹，黃鱔嗰個羹啊，哇好重啊！嗰啲味精，呢個係清啲，食埋呢兩碟嘢就夠皮啊！呢啲係檳榔花，哦食飽起身，揾嗰張紙啊，出發去行街，由酒店行咗過嚟司法博物館，入去參觀下先。開放時間星期二至日9點至5點，免費參觀啊！最緊要係免費。參觀須知。我们没有模型呈现。那因为民国59年的时候竣工，那我们请陈道建筑系的教授来看，因为就说这是违法不能修复，就说一定要拆除。那时候有没有文化保存？也不是古迹，所以说拆就拆。等到我们民国80年定为2级古迹，后来再升格为国定古迹，那修复才发现拆了，就少了一个这么不对称建筑一个重要的标志，那我们只好用。呢個係古蹟嚟嘅。入嚟參觀要穿個鞋套啊，因為呢啲係古蹟啊。里面有一个洞，在里面它里面，我说这个在讲这个窗户。哇！呢啲夾萬。
打字機。呢有個採光井，折射條彩虹出嚟。買紀念品。啊！呢個幾得意嘅鉛筆，50蚊。手扣啊！呢一套係200蚊。还有这是量子力学的纪念邮票，那个 stamp， 然后可以选2，就是2选1这样。一个，对，就这个或是这个选一个。1820蚊，買咗幾多嘢？那是滑鼠店，mouse pad。模擬法庭。坐咗半個鐘頭車嚟到安平老街，全部鋪頭名都係安平啊，安平豆花啊，安平平安包。林家蝦餅。現買1個40，3個就100。白糖果。哇！釣大魚。
雞蛋糕一份10粒35蚊。大杯麵啊，歡迎入內拍照。擠啲雪糕落去。買一送一，即係蝦餅夾雪糕。溫體牛肉湯，全間都係食牛。陳家柯卷，入去食啦。成條街都係食㗎，呢一度好犀利。蝦卷好味喎，熱辣辣又脆，落咗好多蝦落，裏邊好多蝦。食完呢間，又過嚟呢一條食街，去揾嘢食。食完呢間，又過嚟呢一條食街，去揾嘢食。刨冰、魷魚羹、羊肉羹。真係超值經濟套餐，入去試下嘅。要個羊肉羹喎。汽水、羊肉粉，加個菜115蚊。市頭真係好人，見我哋兩個嗌咗2個餐，嗰啲菜又俾咗2種菜，可以撈勻嚟食。哇！呢好多啊，好多粉。啱啱食完出嚟，真係好抵食嘅呢間嘢，份量又足，又好食，服務又好。安平周氏豆花，2大罐2小罐，再送束口背袋。
400蚊，399咧400蚊，好大袋嘅。是在大商場。轉咗入嚟呢個環河，如果中意食蝦片啊，嚟呢度啊，真係非常吸引。哇，幾犀利！飛餅，又有興趣。有興趣。網購熱銷，由安平老街返嚟酒店放低啲嘢先，而家就行過去林百貨。林百貨留聲機，呢一把線幾多錢啊？500蚊，咁犀利？又出嚟揾嘢食，而家等車去夜市。搭車嚟啦，到咗花園夜市。
香煎小籠包，100零蚊有交易。滷水，野生嘅白帶魚卷，亞大魚卷埋。都可以参考看看哦，也是为了吃看。我给你把答案都写出来，那也不吃的哦，可以参考看看哦。卷埋。廣西特色小食，哪里啊？是吗？非基因改造嘅臭豆腐，買杯芋頭牛奶飲啊！滷水真係俾我估中啊！嗰啲滷水啊，越食越鹹。粟米杯，石蓮花，止咳。你那个没有加什么？啊，那这个不用加蜂蜜吗？或者加蔓越莓？專治飛蚊症。黃街烤鴨夾餅，3件1000蚊。玩遊戲換香腸，贏咗有香腸。遊戲專區，好啦，消費完畢，條片就拍到呢度，記得讚好、留言、分享。你哋嘅就記得訂閱同埋隔離個鐘仔，有新片就會有通知。下條片見。